波兰决定要伫官方的文件，甲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挖进波罗的海、罗西亚的领土加里宁格勒，改登去旧名叫做科尼斯堡。也毋过罗西亚是非常的不满，因认为波兰这款动作是真无友善。5月7号开始，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间挖进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海外飞地加林宁格勒，将此改名做科尼斯堡。波兰境外地名标准化委员会改名理由是，科尼斯堡是这个地区的传统称呼，而且加里宁是一马罪犯，对194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的卡廷大屠杀爱有责任。伫波兰若讲到伊是有负面的意义，今后未可使用，那这个举动煞引起俄国的不满。Граничащие с безумием процессы,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Польше, мы знаем, чт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.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，自俄罗斯伫乌克兰展开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了后，强烈表态支持基辅，搁跳跳伫全国各地的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。Также стоят и давно уже стоят вывески, когда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, в Королеве. И что такого? 加里宁格勒虽然是俄国的一部分，但国甲俄国陆地也是海上拢无相连，爱透过铁路甲天然公路去立陶宛，才会当接受俄国的攻击。二战结束了后，加里宁格勒是一个叫做科尼斯堡的德国领土。苏联1945年兼并了后，将伊改名，前独裁者斯大林以家己亲信的名米哈伊尔加里宁，将科尼斯堡改名做加里宁格勒。加里宁格勒面积大约1.5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50万。伫苏联时期一直是封闭的军事区，也是目前俄国波罗的海南对司令部所在地。一旦俄国甲北约发生军事冲突，加里宁格勒的战略地位对俄国来讲都特别重要啊。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。